所国经营权之争逼出下党派立委受人诬陷，前立委苏贞昌、廖国栋一起一审判决，二审陈超明、徐永明该判无罪。有一个少年仔冒用总统伫个社群平台办小号发布假消息，予台北地检署查办，在今仔日移送少年法庭。身体关某一间高级的国中部有一个14岁学生斗收篮球架时阵，却互这倒落来篮球架缀着胸坎送病院了后，犹原救无回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几多年前呢，这下党派立委涉嫌受人诬陷案件，这泰流公司前董事长李兴良为着要摕到这所购百货公司的经营权，奉指控讲，伊用这几落百万到上千万来甲立委诬陷，这立委呢来施压到这经济部的官员。专案今仔日二审宣判，涉案的前立委苏贞昌和廖国栋，依持10年和8年6个月判决。不过这一审判有罪，现任的立委陈超明和时代力量前党主席徐永明，伫2审的时阵是该判无罪，专案还过当上诉。面对媒体的镜头，表示总算会当休喘，刚入涉贪风波的国民党立委陈超明，洪指控讲收乌钱100万，本来一审洪党判7年8个月，不服提起上诉，结果逆转判无罪。大概6年时间呐，可以说历尽沧桑，受尽折磨。心生憔悴。今天听到宣判无罪，虽然是迟来的正义，但是上天终于开眼了。当来看这个官商斗空的风暴，太平洋流通的前董事长李兴良为着要抢所国百货经营权，涉嫌请托和诬陷真侪立委，以即顺和帮助召开公听会这方式，对经济部的官员施压，而且用立委的职权来推动修法。不过，二审认为陈超明就算有打电话给经济部，要求官员参加公听会，但无法度证明和李兴良托人交付的政治现金有对价关系，未当直接来当作是诬陷。知影判决的结果，法文简单回应，时代力量的前党主席徐永明2审同款是判无罪。关键伫合议庭认定照现有的事情，无法度证明因为李兴良同意摕政治现金做报酬，而且答应协办公听会，才歹认定构成基有诬陷。时代力量一贯的立场是尊重司法，如果最终判决无罪确定，那社会自然要还他公道与清白。涉案的民代嘛有民进党的前立委苏贞昌和国民党的立委廖国栋，伫上诉了同款是有罪。2审认定苏贞昌贪污的金额是高达2580万，佮不主动甲对方讨钱。廖国栋是收620万的汇款，较贪污的无违背职务受贿罪，维持1审判10年和8年6个月。何其认识用法，量刑及没收均无为无或不大，因为为师。苏正清、廖国栋上诉否认犯行，并无理由应予驳回。我只是觉得根本就无理啊！我会跟律师再讨论。专讲诬陷李兴良早就伫前审内面认罪，转作污点证人，1审红判假罪，但说是引发这件史上上大的下党派立委集体涉贪案的关键，专案搁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提醒观众朋友去到海边啊，去到溪边玩水特别注意哦。来看这条，这台中大安的滨海龙园，伫2023年的时阵，有一个17岁姓王的少年仔来遮玩水，无细里互这大雁降去渡水死亡。家属认为讲，伫咧现场漂死是无清无楚，也无人伫遐安全管理，就向这台中市风景管理所提出国赔。2审台中高分院认为，风管所无具体标示玩水的边界，确实是有欠点。判这风管所就要赔予家属218万。趁天气袂歹，不少民众到台中、大安、滨海龙园来玩水。因这块海域分水沙坡、玩水的所在，冲影也有风吹、冲影的所在。不过对一般游客来讲，根本看袂出讲各水域的边界是伫倒位，到底是安怎区分范围的？因为看起来就是没有一个范围啊，没有一个范围去区分这样子啊，大家都可以走下去这样子啊。就是也没有像你说的围起来，或者说插个标志这样子。你看，人家一人看过去，应该也是看不出来，很明显的插标签之类的。2023年6月，一个4岁少年等高中放榜进前来遮玩水，不过伫咧冲影加风吹、冲影所在，互大雁赶走，结果独自死去。
家属讲现场无适当的标示，向台中市风管所来提出国赔。一审第一认为讲现场虽然有沙坡酸水的所在，也有冲影加风吹冲影的所在，以及禁止水域，试图向近活动范围做标点。也过若无明显的标示，游客根本看袂出来区域的所在，也有范围。判伊甲国赔，互伊的父母218万块。风管所不服提出上诉，台中高分院2审审理了后，决定驳回。关于戏水区的标示不足，其所谓的安全设置有缺失，且与被害人死亡具有因果关系，自应负国家赔偿责任。对2审的判决，台中市府表示尊重，所来对这所在水域安全防护甲措施来进行整体检讨，也有加强改善。目前园区已经有整合排面的一个内容，那在各出入口设置10处的一个警示告示牌，那同时也持续加强现场的一个巡查。因为学者是建议讲，政府对着开放性水域的管理，不应干那只是纸面上的告示，必须要进行全面的升级。要有实体的边界，包括浮体的标示线以及浮球，要有位于高处的一个瞭望台。学者认为，除了加强实体化、实际上的警示，管理部分也使引进 AI 辨识，也有及时发出警报，同时加强危险区域的宣导，也有建立这个预防危险的运作机制，才法度确保开放水域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中联的邮件曾检出这低干部本片比超过标准，已经下令停工。地区国内这沙拉油等的欠货，目前经济部已经协调业者另外来增加这产量。另外呢，讲到这南投信义乡农会委托别人代工生产的苦地油，这本片比也是超过标准，已经下令拢爱回收落去。就是这款由南投信义乡农会委托中华载原油品公司代理生产的苦地油，经过农会自主检验，验出低干部苯并比超标。卫生局派员前往稽查了后，已经要求所有不合格产品全部拢爱落市回收。总共他们有2个批号是有问题的，一个是效期到明年的3月19，另外一批是效期到明年的5月6号。那么总共的制程呢，生产了971瓶。南投县卫生局表示，公司间嘛通知产品顶头的中华县卫生局甲台中市卫生局进行后续的处理，而且对7月2日逼出国内头一件低盐苦地油案，问题油厂累积达到9件。食药署表示，将会甲农业部共同启动苦地油业者辅导计划，佮建议企业指引，互业界参考。19已经伫嘉义举办交流会，8月下旬阁会伫宜兰加开场处。食药署将与农业部共同启动苦茶油业者辅导计划，分析茶籽原料采收、干燥及压榨取油的处理程序的风险，考量北部及东部苦茶油业者参与需求，已定于8月27日下午增加办理宜兰场次。另外，中联油指事件爆发了后，经济部针对后续沙拉油欠货，已经协助媒合大统一提供餐饮、罐头、糕仔饼料等所经业者的需求，嘛透过大堂专案供应43间学校团体饮食的业者，每期所需要的534桶沙拉油。针对中元节以及新学期开学等需要用油的高峰期，经济部嘛已经设置马上服务中心，专门媒合协助食品业者顺利接接新的供应商。记者综合报道。婚姻馆伫2021年成立分享猪这个品牌，由县政府来看顾品质，也个食安，推广在地猪肉。不过最近却发现讲，这个品牌风头提起用，甚至有一个诈骗网站。婚姻的肉品市场也讲呢，目前甲这价卖种也已经摕落来了，也呼吁咱的消费者来路不明的猪肉，千万唔通黑白买。无名的卖种专业，顶面有写分享猪专卖，佮发布各种的问题猪肉产品的相片，要提供消费者来买。不过，这资讯拢毋是真正的婚姻馆肉品市场分享猪品牌所发布的，消费者也真焦急。我们卖会直接这样卖吗？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用的卖的应该都是包装好的，或是冷冻过后的。对，然后就像这样子。大部分的人可能有些，尤其是买肉品可能是长辈这样子，然后对网络上面的讯息辨识度比较没有那么高，就容易受骗这样。
婚林肉品市场表示，婚林馆是全台湾市上最低的，一年有饲超过150万只的猪仔，产值超过250亿。为着守护猪肉的品质甲消费者的食安，婚林馆府甲肉品市场2021年打造分享猪的品牌，来推广在地猪肉。最近接到民众的投诉，讲因互冒名，已经甲假包的检举落价。8月20日已正式向 Facebook 官方提出冒用检举，经 Facebook 查核后确认该本专业涉及诈骗，目前已经由官方删除。婚林评定农会品牌甲商品常常互冒名行销，甚至提起诈骗。肉品市场讲，这是分享猪品牌第一个互人冒名，为着避免消费者混唔到去，肉品市场赶紧驳回，讲分享猪已经申请商标，若未来网络阁有人冒名，无排除使用法律的手法来保卫品牌甲消费者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后个月就是中秋，搁接一个教师节，有4天的连续假期。高公局今仔日提出这中秋连假的国道观测措施。另外，针对这个月19伫国道1号发生严重车祸，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高公局也呼吁公路，但准伫咧高速公路顶头吊车，或者是发生车祸，咱人就要赶紧离开车边去到路径。上惊就是这后壁的车无注意直接撞来，这才是上严重的。这个拜三伫国道1号苗栗3二路段，有一台箱仔车甲头前的电动车相挨，两个驾驶落车，伫咧车的边仔谈判，后壁一台白色轿车煞汹汹弄过来。第2届严重的车祸造成3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高速公路局就呼吁民众，不管是车伫高速公路过路，也是出车祸，爱先开车的警示灯，放告状警示牌，人爱离开车道到路径，较110报案。车顶的人也爱紧落车。国道发生事故，在完成必要的警示之后，最重要的是要赶快离开车道，移到护栏外或是其他安全的处所。事发后以人身安全为第一优先，牢记先保命再处理，以降低2次事故发生的风险。根据高公局的统计，去年伫国道总共有14件二次事故的案件。虽然今年1月到7月，国道二次事故是3件，比去年同期的6件佫较少。不过高公局也提醒，二次追弄的车祸通常拢会真严重，致死率也较悬，所以正确的防护措施真重要。另外，今年中秋节拄好阁会接教师节，连续休4天，除了车流量会较济，高公局也提醒唔通疲劳驾驶。其实年假的话，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说有时候有的人会熬夜嘛，对不对哈？所以是疲劳驾驶。那其实我们的肇事原因就是分心了哈，跟未注意车前动态哈，这个也是分心了哈。这一块来讲的话，其实是噪音一直都是，尤其是 A1 事故都是在排名是1、2名的部分。高公局预计中秋连假的头1日，往南的交通量会是普通时的1倍半。连假期间也提出国道管制措施，包括高升载。部分时段封闭交流道、开放路径、实施差别费率等等，呼吁民众注意相关的措施。记者郭玉琪、林秀凯台北报道。就已经犯错啊，还佫在调伫咧车路乌白徛，颠倒是咱民众伫遐心头惊。这台南有机关呢发现讲，这交通安全的空棚，为少这驾照互人吊扣的人，因为知影讲骑这微型电动二轮车唔免驾照，因着改骑这款车伫咧路里拍拍走，根本就发袂惊。也民代也建议中央呢，这相关配套就要赶紧做好势来补破网。一个查甫人骑微电车在路顶偏来偏去，警察随甲查落来做酒测，并在屁手真侪人食酒食到驾照，互人吊销的。挑钢筋微电车免驾照，软法律的芳，网络顶甚至嘛有相关的宣传广告。现主时法规对微电车欠缺驾照管制甲配套，处罚嘛上轻，互违规的驾驶无咧惊，变做交通安全的空棚。这是一个真恐怖的问题哦，亲像一只炸弹伫咧路顶遐落偌少安尼。有牵甲北京嘛是有，所以不管什么款的政策，对因来讲拢无好。而且电动车是不用驾照的，所以变成可能这样的酒驾或者是这样毒驾的犯罪人，他可以换一个交通工具。过去我们的把驾照没收，不能再上路的这样子的警觉的这个法则，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法律漏洞。台南市警察局统计，今年1月至7月微电车违规有3000件，其中驾照赛车322件，驾毒赛车36件，并在这期微电车驾照赛车上轻干啊，
罚1000字，无爱做酒测罚4800，根本无迄件力。那立法院前一阵仔3读通过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甲米电车顶慢车的食酒含无爱酒测的罚款提悬5倍，爱搁等行政院公告施行日期。慢车赌酒驾的罚款是1200到2400元罚款，如果涉及0.25以上的酒驾，那一律也是以公共危险。那会做移送法办。面对全台米电车的乱象，各县市警方严格咧抓，便若酒测超标，一律依法移送。不过，民代认为，一般汽机车和米电车的罚金关价差真济，中央爱赶紧有相关配合，才通真正保障用路人安全。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彰化最近呢有一个嫌犯抢在街仔和奥多拜烧鸭，要甲人卡油讲钱，若准唔答应，就共威胁讲要甲告，民众是真惊。警方调查发现，讲这2个月内呢，已经有12个人受害，18就抓到这个嫌犯。法院伫昨暗呢也已经裁定羁押核准了。我们核对身份之后，确定是你本人。警方专案小组将这个打扮中性姓洪的嫌犯抓起来，伊就是涉嫌伫个彰化园林甲大川假车号甲人卡油的嫌犯。警方调路口甲市场的监视器比对，发现姓洪的嫌犯对今年6月到8月接犯案，至少已经有12个被害人，可以以假车号也是调故意互伊弄掉的方式假霸道，了后要求赔偿。上济甚至有一天犯案4届的记录，落尾阁以逐天1400到1700不等的金额，甲人要求赔偿。那民众不爱赔，就呛声要讲过。那本案因为涉及案件众多，那本分局立即整卷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一个指挥侦办。那在昨天傍晚再顺利具体红信嫌犯到案。警方审问了后，将姓洪的嫌犯以涉嫌刑法诈欺、恐吓、甲强制等罪嫌移送彰化检方侦办，落尾互人声押。警方详时嘛扩大清查，是毋是阁有其他的被害者？而且当地民众表示，因为姓洪的嫌犯，互人看到会惊，未少被害人烦恼会互找麻烦，只好了尽消灾，甚至伫当地除了假车号，阁假坑骗民众做法事拐钱，好在地人是感觉真惊吓。伫遐倒一天工时差1700块啦，一天爱赔1700啦，无要甲过安尼啦，一定伫破路发生几啊届啊。几啊届。他的名字就很简单的一个法事，然后就办得很潦草这样子，然后事后我的小孩也没有比较好。律师嘛提醒，这种行为已经涉犯多项刑责，民众若是当到，应该随报警处理。如果有涉及像恐吓，当然也会成立刑法305条的恐吓罪。恐吓之后又进而索取财物，也有可能再成立刑法346条的恐吓取财罪。律师阁指出，若当到律师的状况，对方大部分会伫警方到场进行着检宣。若警方理清了后，发现是假车号，被害人嘛袂有法律责任，提醒民众卖私底下回钱，家己处理。记者综合报道。第三天然气接收站开发案，因为建的地点会破坏到这海草岛的生态，内政部在审的时阵说互过关，在地居民环保团体就提起诉讼。昨呢，最高行政法院裁定撤销许可，那内政部是表示讲尊重判决的结果。在地居民甲环保团体反对第三天然气接收站甲工业港起伫珍贵的海草岛生态顶面。虽然最后是向外刷到搁较外海，不过因有关认为会致使无法度互原的破坏，也不满内政部国家公园署海岸管理审查会审案件无顾生态破坏，互案件过关。因为安尼提起行政诉讼，最高行政法院20判决出来撤销审议的结果。虽然是迟来的正义了，但是我们还是肯定最高法院这个睿智的判决。在环保运动上呢，我们的努力与坚持，有时候还是会被有智慧、有远见的人看见的。判中正表示，行政部门审议这个案有真侪违法的所在。协助诉讼的律师是指出，开发案无应该伫关心海草岛野保区四周围屯海造地，也不应该违背海岸管理法的精神。它虽然没有直接填海保育区，可是你在5公里，其实它还是会影响到它的生态。海岸管理法自己讲到说，自然海岸零损失。那我们认为说，零损失其实是一个还蛮明确的要求，你不能去轻易的去牺牲自然海岸。环保团体呼吁内政部重新审议，做出处分的时应该卖互伊许可。中油表示，这个案件无牵连到核心的时间区域海岸利用的许可，无影响目前第三天然气接收站向外甩的报还时间。这时出席环境部庆祝活动的中油董事长彭金仁也有回应。我们会跟被诉人，也就是内政部呢，
会去做紧密的联系哈。那么如何对于后续的一个因应呢，会做一个完善的一个处理。我们尊重最高行政法院的最后的裁决哈，会依这个海岸管理法再提海审会，让它能够合乎最高行政法院判决里面的内容。部长刘世芳表示，案件伫2018年伫苏东市的营建署审议通过，业务目前是刷到国家公园署，国家公园署是回应真意外，除了尊重司法判决的结果，也会请中油提供资料，建议处理的程序。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是继续侵略台海，这中国的柯建船同志号5月升伫咧屏东个乱片外海，花莲外海导航区下机器进行非法调查，互海巡人员赶走。今仔早起呢，搁再出现伫咧小琉球海域，海巡的连江南专庭监控。针对着这中国的柯建船一直来扰乱，有学者认为，这中共是要降低军事敏感性，利用机会收集海域相关数据来进行战场经营。中国柯建船同志号28暝出现偏误回数西北方24.9海里，海巡随调派连江南来处理。专程甲同志号驶到顶江西广播区里，并且公开这监控相片。同志号早起到小琉球西南西方28海里，这所在挖高平溪口甲海军中央基地要道，是重要战略所在，因正最占南埋伏攻击所在。外界研判同志号可能侦查收集这水域的数据，进行战场经营。同志号最近真接收了台湾4个位的海域，5个分别伫屏东、南偏外海、花莲外海放一个科学机器做非法调查。海巡该广播区里，搁予同志号来呛声，对立气氛清悬。未经我国许可，禁止在此作业，请立刻将你的采样仪器收回，立刻离开。没有中华民国，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管是海警船、公务船、科研船，那其实都在睡醒他们在侵扰台湾的目的，也在刺探测试我们台湾的反应时间。看这中国柯建船、海洋调查船塑料台海行为，向用红10杯、东风红3，去年9月走入去台湾北部富贵角、皮卡斯一带外海，同志号今年5月侵了东部甲花莲外海。6月有向阳红22海事路6号，各自出现台湾东部、花莲外海甲东沙水域，南海2017个塑料东部海域。学者观察，中共就这类船只降低军事敏感性，目的原是用伫军事用途。他如果以这个军队的向阳红系列来探测的话，会引起警觉啊，或者是甚至反制。那如果用民间或者是大学的这个科研船，可以降低这个敏感性，但是他要收集的资料作为军事用途。另外，美国地壳战略也有国际研究中心 CSIS 警示中共威胁，讲中共想要改变现状，伫台湾东部海域建立半永久的存在。主张伫西太平洋的菲律宾海拥有管辖权，恐惊升悬甲日本、菲律宾的紧张关系。记者综合报道。之前有台湾车主用这零件分配寄来到台湾的方式，把这中国的重型奥多拜运来到台湾，互经济部查扣。根据这量化条例规定，中国制造的重型奥多拜，无论是规架，或者是重要零件，亲像引擎等等，拢是禁止输入台湾的。啊，那这长雪奥多拜创办人就呛讲呢，这台车若阵讨袂回来，伊就会继续送车予台湾的车主，一直送到统一为止。以张雪820的知名度在台湾是有的。红色机身出现伫台北重型奥多拜店，搁翕影片来行销。之前有台湾的车主是想要引进中国重机的品牌长雪机车，结合一款82RR 型号的重型奥多拜，没想到车才引进台湾，都和经济部会同真侪部会查扣，这么争议搁小。如果要不回来，我就再送你一台车。好，如果送的这台车又被查扣，然后我再送一台。就是不停的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送到统一为止。中西机车创办人是透过社群回应事件，强调讲会支援车主找律师来协助，佮呛声讲若是车无法度行转来，会继续送车。经济部强调，这案是疑似走私案件，并不是正常输入商品，而且讲当事人明明知影进口零件袂当组装做几台车，因唔是错误的执法，对中西公开辩护，甚至资助非法走私的行为，因是表示无法度理解。因为不允许就是不允许，两国之间所有的贸易行为基本上是都要透过谈判，允许什么样的产品进口，这要
双方去对谈。风车口的重型奥多麦疑似是先伫中国广州采购，即拆作零件分配海运来台湾，落尾定组装。但这两法人民关系条例第35条，中国籍重型奥多麦规车引进等重要零件，无经过许可，袂当输入台湾。产品的检验有没有达到国际标准？这第一个令人怀疑的地方。第二个，它这么低价，会不会冲击到国内既有的汽机车产业？任何机种，它只要它是符合我们的安全，然后检验的标准，我们都是希望他们能够依合法的方向来进口。工会支持政府依法施政，但嘛认为讲，若车主进口零件时阵，拢有依法来报关，主管机关应该量早说明相关输入含组装的限制，避免业者因为无了解规定违法。另外，车主敢有故意去闪法规，搁要等进一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老总统讲，明年要来普发现金1万块，搁再引起朝野攻防。这拿赢部分记者讲呢，拿赢规划要增加到2-3万。也若讲到这行政院是甲因回应讲呢，立法院审议上袂当去决定增加政府的支出。也若民众党进前就讲啦，这行政院甲普发现金包伫咧明年的总预算案内面，这部分因要来严格审查。再加码就会排挤其他的各项的政策跟经费。在野是一直讲普发现金爱贴价，行政院长对应台表态，普发1万是经过合理的财政纪律的规划，若是贴价，就会排斥到劳农社福等等的津贴。不止个国民党立委刘明才2亿提2万块的现金，爱执政党嘛应该支持家己进前提案的普发每一个人1万块的国民支援金。那我提的普发现金1万，在今年，那也拜托大家支持我一下，总不能每次都双标啊！我提的就说毁宪乱政。普发现金贴价，佮变做是朝野强防的重点。民进党团就佮讲，普发现金是爱看国家财政状况，而且前提是先提升社会福利、甲国防等等。不一个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嘛强调，除了积极审查总预算，嘛会全力推动普发现金，加计规划金额2万到3万。我们支持普发现金，但是我们的经济成长率远远超过去年，我们要规划是2万还是到3万？我想国民党团会再做讨论。在野的人就好好监督，在野人不要一天到晚说因为我选输你，所以我要扯你后腿。今天行政院如果提出来的普发现金是2万，在野党就给你加码到4万，这个没完没了。民众党团进前就表态，行政院甲普发现金的经费包含伫咧明年度总预算案，会严格审查。行政院秘书长张顺涵就讲，爱立法院依法审议总预算。袂当做增加政府支出的决定，希望立法院会当伫时间内甲总预算审议煞。记者综合报道。美股四大指数起起落落，台股今仔日开价了后，落尾是冰红，最后是收伫咧45224点，起290点。就算7月呢，这台股落去3000点，依然吸引要到5000亿的资金来到这 ETF， 也因为是上阵就这台股 ETF 投资正热，互外界叫做是韩国版本的0050大华韩国50呢，是一直咧台湾要挂牌上市。美国四大指数独独费城半导体指数是收红的，起0.53%。受到美国的影响，拜五的亚股是有的起有的落，日股是开价行价，盘中大超过950点。那韩国股市是升落才阁起哩，盘中上悬捌起1.25%。台股一开盘是开价缩落来，才拼起哩，上悬捌到45254点，起超过300点。ABF 窄板，那今天就出现了一个明显拉回的这个状况，指数目前大概就是维持在季线附近做一个反复的震荡那资金快速轮动。台股刚发到突破压力，冲破46000点咧。专家分析后礼拜辉达的财报，也个美国联准会主席沃许的发言会是关键。若回顾7月台股的加权指数，一个月大落挖要3000点，有关挖要5000亿的资金投入 ETF。统计7月上旺的台股 ETF。包括元大台湾50、均益台湾加权正2，甲主动复华未来50拢上榜。上阵台湾 ETF 当时行，21互外界讲做是韩版的0050，台华韩国卡斯皮50嘛伫台湾挂牌上市。韩国在7月份他们进行了一波去杠杆的一个政策，那当然导致整个韩国的一个股价当然有一些修正。那我想对于外资来说的话，算是一件好事。观察台湾目前有国外成分股 ETF， 美国的市场有元大标普500，甲复华 S&P 500成长。日本甲亚洲包括元大日经225，甲富邦日本。若韩国是卡斯皮50。
毕竟是以韩元去购买韩股的所以韩元跟台币的之间的一个汇率关系，可能也是要做留意。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某一间高级附设国中部有一名14岁姓陈的学生，昨下晡协助学校把会当收的篮球架收起来时阵，唔知是啥原因，这篮球架倒落来却撞到伊的胸坎，就算送病了后，有关是救无回来。学校有随来启动这应变机制，也完成相关通报，针对伫现场的老师和学生，会提供心理支持服务。这台学生练习篮球的篮球架会当拗起来了摕去收，伫发生意外了电线拢袂火的经历。新竹县有一间高级附设的国中部20下昼，一个国中3年4班的学生伫收篮球架时阵，互架跌到胸坎，送医救袂大。经旁人转述，有向老师反映头晕，且遭重物压砸胸部部。5个孩子在操作，那有1个孩子是受伤，那有4个孩子就赶快紧急去请老师来做协助，老师马上就赶快来做处理。学校讲，学生迄当阵伫咧进行暑假篮球训练，发生意外了，会提供家属陪伴甲协助，会互伫咧现场的老师、学生心灵的支持。官府讲，发生意外，学校有序启动紧急应变机制，要进行校安通报，也通知家长。官府举办相关单位协助学校进行相关停书。比如说，像这个篮架的前后，非常建议都不要有人员在前后的位置，就安全位置是在两边。北京的厂商讲，这种篮球设备要收的时阵，上好是8个人到10个人来处理较安全。代志发生的原因也搁会调查。长期关心校园安全的团体，对教育部公布的校安通报内面发现，运动场是学生伫咧学校上接受伤的所在。设备本身安不安全嘛？像这么大型，然后又重，需要折叠或者是机械的这个设备我们不能假设它永远不会故障那它如果故障的时候，有没有另外一个机制、另外一道安全锁去防止它坠落或者是倒塌？尽管基金会认为这件不幸的意外不是单一原因所造成，所以应该检视设备各种了的安全机制，也有操作规范或者是遵守的项目。也建议教育部对这种大型设备做一遍总体检，确保使用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南部落大雨，这高雄凤山路中的安全岛确实有真侪菇生出来，民众三钱去翕相，也因为这个菇是有毒的，公园处已经派人去敲掉了。看到安全岛顶悬熊熊出现一大片白色的菇，深色的街边有骑车民众专工停落来翕相。高雄凤山凤南路这大分界岛去年嘛捌发菇出来，迄当阵民众小济走来劫，造成交通问题，佮出动员警来指挥处理。附近民众讲，20佮生10外蕊出来，又佮有人散散走来看，实在真危险。这大蕊的，迄袂写是啦。所以讲迄生嘛危险的。唔是啦，迄像安尼车足多无，车来车去，人要起来看停车袂滴过啊，安尼会车好啊。袂啦，袂去那慢啦，嘿啦，袂去那慢啦。因为遐过险嘛都危险的啊，有毒无毒人啊，唔知影你黑白板，等下慢慢的去。专家讲，这款菇是有毒的绿蛰菇，拄生出来是白色的，到分的时阵就会变青青。若是无细致，食了腹肚会中毒，出现肠癌炎的症头。市府20名就紧急派人去挽掉，避免影响交通，也是有人会慢去佚佗。公园处表示，这阵高雄雨水高，有草瓦埔的所在就真高生这款菇，民众千万唔通黑白板，若无后果恶案生。绿蛰菇具有毒性，不可触摸、摘食或食用。若民众发现，可通知公园管理人员或拨打1999通报。不小心吃到绿蛰菇的话，它引起肠胃道不适的症状，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肚子痛、腹泻，这些都可能。所以还是建议民众说，我们野菇只要有野菇，我们就不吃，也不要认为说它是白色就是安全。民众讲水网已经清掉，不过只要雨一落久，免偌久就搁家己发出来。高雄气象站讲，受到西南风变强甲低压大影响，南部随时会上大雨，而且这雨可能会落到后礼拜2过天气才会转高变稳定。记者郭家族超用高雄台报道。旧年7月有真侪所在伫咧普渡祭拜无形众生，伫家人要一个真特别的祭拜仪式，就是去到法国公墓头前祭拜1883年伫咧台湾战死的法国兵。今年头一届结合天主教的仪式和传统的普渡，呈现着台湾宗教文化的包容力。
香炉插清香，边仔佫有十字架，甚至是法国的胖甲红酒。这是伫家人法国公墓举办的跨越战火强制和平追思活动。1883年爆发的侵华战争，造成真侪清兵和法国兵战死伫家人。当地居民将因种伫法国公墓和民族英雄墓。家人市府表示，为着要纪念这些战士，当年旧历7月，拢会结合咱传统和西方的仪式，伫遮举办普渡。今年我们多加了一个用天主教的仪式来表现。那我觉得，对当时的法国的士兵致意，跟对当时的清朝的将军致意，是我们最原始的目的。很希望大家后代看到了，希望不要再有战争，希望和解是最重要的。一边是法师念素文，另外一边是天主教的神父带大家做伙追思。家人市府指出，英国拢是用传统的科技来进行，今年配合东西方无同的宗教信仰，追思活动头开加入天主教的仪式，也呈现咱台湾多元的宗教文化。我能感受到那个基隆市的公民的热情，然后他们对于我们的军人的尊重，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家人市府表示，家人中元节的活动主要就是强调族群共融的精神。规系列的活动上受注意的，也有8月26暗时的游行甲放水灯的仪式。8月27也有中元普渡，鼓励民众会使去参加祭典，感受台湾的民俗。记者魏宗林、王志光家人报道。桃园旧城区居住活化有新的突破路，这市政府进前公告讲，只要符合条件的特色居住，就当依法申请做民宿，希望会当带动地方经济，吸引旅客来遮住。民国40年到50年代建造，伫咧桃园大庙建福宫边仔的红砖仔、甲外国厝，充满旧旧的古早味。未来桃园旧城老厝加一种活化方式，符合条件就当做民宿。啊，毋过敢会当带动地方的经济，民众甲店家看法无共款。老屋开放成民宿的话，可以带动地方的观光吗？可以，看起来很古典，最主要里面也要布置。以文化历史来讲，是蛮值得推广这样的。外地的人潮没有进来，是我们这边没有特色吸引游客。就算游客进来以后，他也不知道走去哪里，而且目前的街道是凌乱的。停车这个问题，为着让旧城区再生，管理局已经正式公告，桃园旧城区私有人文甲历史风貌之相关区域，未来会依照民宿管理办法来做民宿。主要开放的对象包括要办理甲旧城相关计划，还佫有相关老厝特色的主体。初步点算大概有45间以上符合相关的条件。啊，毋过要是来看个别的意愿甲内部的状况，煞尾嘛会针对厝主进行说明会，考虑民宿经营的整备时间，希望半年内会当有民宿来经营。政府也鼓励在地的屋主发展店铺、民宿的复合经营模式，将咖啡、餐饮、文创及手作等在地特色融入住宿环境，提供游客更深度的旅游体验。管理局就表示，希望只要开放特色老厝来申请做民宿，让旅客会当加大一暗，增加原地建筑活化利用的可能性。像是嘛会当结合在地历史、文化、商业活动，带动旧城区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议会鼓励卫计员和在地台语团体21联署成立港都族语复振连线，被重建高雄成做一个多语言的城市。因5万公部门会当先带头，无论是讲台语、客语，也是原住民族语，拢会当对政府机关先来做起，制定相关的政策，甲咱的母语找倒转来。族语中间好条件，还有首都加高城。由议长带头，10月为高雄的议员甲侪台语团体，大家大声发出口号，同时也来签名联署成立港都族语复振连线。民团台湾官方语言制定会议讲，高雄是一个多语城市，若是台语人口上侪县市，阁有客庄原住民部落，可比是台湾的缩影。期待有关部门带先来做，甲大家母语拢找转来。其中打造友善的母语环境是上要紧的。我对于未来5望是，阮囝为学校转来，伊会当用台语甲我分享。伊伫学校学到啥物的知识？你毋是讲我看到足侪先辈因的囡仔，伊去学校转来啊，原本是讲台语的囡仔，煞袂晓讲台语啊。台湾话真要紧，咱嘛需要继续甲延续下来。而且同要紧是讲，毋干那是
放伫艺术，毋是放伫博物馆，毋是放伫电影内底，咱日常嘛应该来使用。7月底，才伫台南议会发起联署，这回换来高雄议会发起人赖一心讲，武器复振无啥物撇步，要做毋做拢看掌权者尔。根据行政院的调查，2020年高雄讲台语的人口剩43%，若总国无行动，20年后台语就会无去。希望透过政策的制定，互台语一代拖一代。一条政策、一条法案，会使伫议会通过吼。这是影响全社会哦，好，比如讲一条甲学校有关的政策通过，就所有的学校拢影响到。咱爱陪市政府做伙，甲这个政策一步一步牵架完成迄天，因为若无安尼做，咱即马做的物件拢袂付起。执行上，可能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检讨、够加油的所在哈，所以我们支持。然后一起努力，争取官方的支持，一步一步来复振台语，按教育母语环境来出发，和台语意识会当推散出去。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场报道。为了要推广台语，嘉义市文化局邀请在地四弦琴乐团配合着本土语言计划，设计台语课程，希望有多元的体验来唱台语歌，也会当学台语。对，就是跳蚤，知无？加蚤。好，啊，你咧是啥物意思？你咧就是跳来跳去、跳来跳去的意思。所以乌克丽丽用台语向大家来绍介四弦琴乌克丽丽这个名所代表的意思。嘉义市文化局为了要推广本土语言的乐土计划，配合台语家庭的活动，邀请四弦琴的在地表演团队设计台语的体验课程。乌克丽丽的部分啊，为咱夏威夷来讲吼，伊是叫做乌克丽丽，吼啊，这个乌克。吼，就是因讲的吼，咱的家走，吼，咱的跳蚤，咱的家走。啊，伊吼伫即个琴顶悬，安尼跳来跳去足古锥的。啊，其实即个乌克丽丽啊，用咱的台语来讲的，伊是叫四弦琴。阿爸，我的台语用对啊吼。啊，因为吼，咱台语歌就是安尼做趣味的。上课的老师用趣味的囡仔歌做教材，毋但用台语来教囡仔正头仔的讲法，佮配合乐谱的手势，教大家用记载、中载甲歹载来弹四弦琴，会当用台语来学着这项乐器。参加的民众拢感觉真新鲜。足趣味的啦，因为你即摆囡仔足少拢讲台语，大部分拢讲国语尔。啊，加减学台语，我那袂歹啦。小孩子同时又在学音乐，又在学台语，两个都在学，这样子就感觉好不一样。然后他们也是，就是感觉还蛮好玩的。文化局表示，台语的学习除了在地文化甲日常生活学习以外，搭配无同的课程安排，会当丰富母语学习的内容，嘛增加民众对台语学习的兴趣，和多元的文化体验，增加民众学习母语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讲到咱人伫咧大自然内面，只是一批批啊行行尔尔，若面对着天然灾害，真侪时间咱是无度对抗的。讲到这性因现象所造成，第二北部沙漠地区落大雨，引起水崩山，沿海重灾区托科皮亚有60人家厝受损。当地政府呢部署军队协助大家去救灾。另外，秘鲁也因为落大雨，水崩山车路是断去，20山区搁再发生规模6.7的大地震。伫第二北部的伊兹克外太平洋真假的山壁，因为连续几若天大水雨引发土石流，外面商店停车场下面的土拢流了了，真侪车甲土石流拢安尼出来，积伫山壁下骹，有的也挂伫山壁顶面，看起来真危险。伊兹克正南边200多公里的托科皮亚是这波大水雨上严重的受灾所在，6成的厝拢予土石流淹过，1000多人住入去避难所内底。当局出动军队加重型的机械来清理，四界拢是烂土门的街仔路，民众也斗阵走3工。总统卡斯特20视察当地督导救援。Bastante histórico, hemos visto que son cerca de 10.000 viviendas que son afectadas por el tema de los socavanes. A toda la comunidad que andan varios chiquillos ayudando, ahora se ve ya personal de la Armada y todo, se ha estado como limpiando, pero ahora... 这2个灾区位伫第二北部真围的沿海边缘，属有标准的真可观的沙漠区域，代表欠缺食物来保护，也无这个防范大水河排水的系统，火灾情势真严重。救护团说人员的死伤，不过因为山区出大水，出水上紧，部落警报系统无法度及时发出预警的问题。托科皮亚大区长官迪亚兹讲，当地的洪水脱水池已经相当程度，甲大水甲土沙有早一挂起来，才法度保护社区，避免更加严重破坏。
镜头转来到林国秘鲁，南部几若天一直落雨，引发大水甲土石流，造成真侪路拢塌掉咧。有名的世界遗产的景点马丘比丘也受到影响，主要观光路线印加古道也封到离离，游客拢赶紧走。另外，阿雷基帕地区的南部沿海公路也互土石流甲落石来严重破坏，10公里路段交通拢袂顶袂动，几若10台拖拉机甲巴士拢徛伫遐，无法度出入。气象专家讲，这波极端气候甲性形现象是真有关系。总统藤森惠子19已经宣布将价值2亿3800万美金的计划，加强来应付大水后可化甲欠水问题的准备。就伫当局全力投入救援时，秘鲁南部安第斯山脉20个发生规模6.7的强烈地震，加在这动员是较深，无传出重大的灾情。公视新闻，市会长编译。伫咧韩国呢，这佛教因为潮流化重新受到关注，透过节庆活动、流行商品、机器人和 DJ 的表演等方式，吸引到这Z世代的少年人来接近佛法，也让烦恼讲呢会去影响到佛教信仰本身的价值。光批顶悬佛陀以轻松的姿势分撒文泡，边仔写分起来拄好破，解放袂记哩。另外一张光批是为佛陀挂现大式的拿件现机。阁有3个图样是因佛陀额头背手机仔的模样，卖这潮流商品的店头就伫个前往首尔做开市的主要街路顶。14世纪起的做开市是韩国禅宗上大的宗派，做开宗的总本山。大殿内面信徒虔诚向3尊金身大佛鞠躬，不过一个看去，多数拢是聚会信众。为着要吸引Z世代的少年族群，做开宗开始将流行的元素纳入佛教。对音乐流行到创意活动，一波潮流的佛教当地发展，改良式的佛教强调更较大众化。23岁韩国大学生本身就是一名佛教徒，根据伊的观察，佛教流行的形象吸引更较侪甲伊同款的少年人的注意。不过，有批评者认为，花巴比鸟的工艺品和佛教变甲真商业化，遭受到消费主义的污染。今年5月，做开始为人形机器人举办出家的仪式，不过这个行为引起部分人士强烈的反弹，批评做开始变价出家人的地位。随望妙正法师迄阵虽为机器人出家人辩护，不过嘛意识到其中的风险，所以制定更较明确的界线。 젊은이들에게 많은 관심을 갖고 있지만 그래서 저희는 지금은 지켜보는 단계다라고 하고 있고 앞서서 얘기했듯이 조금 불교에 대한 이해가 없으신 분들이 만들어낸 콘텐츠들에 대해서는 저희가 조금 경계하고 조심하려고 합니다. 不过，潮流佛教虽望有近少年世代的距离，却无明显转化做增加信徒。南韩佛教徒的比例，这几档维持伫个16%，无信教的人口也是占大多数。学者认为，宗教对世代轮转来调整，只要核心教义无变，潮流的佛教嘛，当成做延续佛教的新的形式。公视新闻新乐报编译。 这2天因为这西南风变强，加上低压带影响，气象署提醒讲，这几天呢各地头天气较无稳定，尤其是西南部影响上大，可能会落大雨。另外，气象署也讲呢，这风台沙丁尼呢，可能会变作是强烈风台。后礼拜3挖进琉球群岛，对咱的影响有偌大呢？就要看这风台路线。 这阵啊，台湾的天气无介稳定，气象署表示，拜5至后礼拜1，受低压带加西南风的影响，各地落局部大雨的几率拢真悬，尤其是正方面的西南部受影响上大，可能会落底延时的强阵雨。 今天跟明天来讲的话，因为这个强风轴主要就是偏向在这个巴士海峡这一带所以主要的一个降雨区域的话，在南部地区的降雨时间会是比较偏长一点点，都是容易会有一些局部大雨或是短于10毫米发生的一个机会。然后在其他地方来讲的话，只还是维持午后的这样一个天气形态为主。气象署也指出，风台沙迪尼目前伫台湾东南边3100公里远的海面，稳定向西北边行线，强度一直在增加，有机会变作强烈风台。后礼拜3会行到琉球附近的海面，若强度更爱观察。在远洋上面的话，大概就是落在台湾的东南方，大概是在31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这个目前就是沙德台风所在的一个位置，稳定的是往这个西北的方向去做移动。那预计像是在下周3的时候，可能会就会来到琉球附近的一个海面上。在未来这段期间来讲的话，是会有稳定增强的一个趋势。气象署提醒，拜5、拜6西南部、恒春半岛、东南部甲澎湖的沿海可能会有大雨，也若后礼拜2以后的天气，虽然有可能会转雨，不过要是爱看风台沙丁尼是够行的路线才通确定。气象署表示会阁继续观察。
记者顾玉基、谢桂玲台北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家人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3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1度。一个未来3港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